演艺圈艺人们的新二代备受瞩目，曾是本土剧一哥的陈昭荣，2017年淡出荧光幕前，转型电商卖起海产。本来寄望18岁的女儿陈品儿能够接棒，没想到女儿却对演戏有热忱。另外，近年来转往大陆发展的资深艺人芳芳，则是和18岁孙女新三代首度同台亮相。时髦装扮，皮肤细嫩，露出逆天长腿。照片中这位女生可是大有来头。艺人陈昭荣，晚安晚安，好媳妇顶着新二代光环。18岁还在念高中的陈品儿，爸爸就是曾经的本土剧一哥陈昭荣。2017年他淡出荧光幕前，转当网红，卖起海产，每年进账至少9位数。陈昭荣，我每天互动，我4个小时本来渴望女儿能够接棒公司，没想到女儿却对演戏情有独钟。陈昭荣夫妻为了让女儿体会演艺圈这行不光鲜亮丽的一面，要求她从剧组基层工作人员做起，但女儿陈品儿熬出头，最后让陈昭荣夫妻点头答应，签下经纪约出道。不过新二代常见，新三代可真稀有。近年来，资深艺人芳芳转战大陆主持，首度和18岁的孙女谢静雯主持节目美食节目，要回味儿时家乡味。芳芳是小的时候记忆里非常深的妈妈灌的香肠。艺人们的孩子勇闯演艺圈，除了延续光环，还有独特使命感。